歡迎大家嚟到第4日嘅冥想環節。今日嘅主題係信息過量。信息過量係當今社會面對最大嘅挑戰之一。例如，我哋收到持續不斷嘅郵件啦、文章啦、YouTube 嘅視頻啦，又或者係其他形式嘅信息，例如 WhatsApp、微信或者係其他社交軟件嘅信息，就好似大浪波濤一樣衝擊住我哋。曾經有人講過，我哋可以喺同一個時間裏邊可以關注5至9件事情，但經過幾年之後，好多科學家就反對話，喺同一個時間裏邊，我哋最多可以關注到3件事。超過3件事會導致到我哋嘅大腦過度刺激，引起我哋注意力下降。喺而家信息爆炸嘅時代，好多人都處於喺信息超載嘅情況，咁樣會阻礙我哋專注嘅主要原因。面對信息過量嘅現象，我哋需要有高度自覺，要培育我哋自己嘅定力，要合理咁樣篩選有效嘅信息，要避免複雜而且過量嘅信息，否則各種各類嘅信息會對我哋生活產生衝擊，會令到我哋嘅大腦處於一個超負荷嘅狀態，進而影響我哋嘅健康。壓力過大，甚至嚴重嘅話會導致失眠。其實現今大多數人都冇留意到信息過量嘅危害。咁點解呢？一方面，我哋希望吸收盡可能多嘅信息；另一方面，可能係我哋嘅工作職業嘅要求，我哋必須一直處理住各式各樣嘅郵件同埋信息。呢種情況之下，停落嚟，俾大腦休息一下，就會變得好難。無論點樣，為咗健康更加專注，做嘢更加有效率，盡量釋出一啲嘅空間，去隔絕一切信息嘅連結，專注於內心，進行內心嘅省察、總結，同埋適當嘅時候進行冥想練習。如果你做到呢一點嘅話，後面會一齊探索一下有效而且易行嘅方法。而家揾一個唔被打擾嘅地方，以一個最輕鬆、最舒服嘅姿勢坐低或者攤喺度，慢慢放鬆，平靜落嚟。好，慢慢咁樣合埋雙眼，腰背挺直，坐姿端正，雙手慢慢咁放喺膝頭哥上面或者大髀兩側，放鬆額頭、眼睛，俾我哋做幾次深呼吸。好，請覺察一下此時此刻嘅身體，深吸一口氣，俾肺部充滿住空氣，然後慢慢將氣從口腔嗰度呼出，感覺好放鬆。而家慢慢地再呼吸，感受到身體越嚟越平靜。
感受每一次吸氣同埋呼氣，將注意力從呼吸轉移到身體。而家先掃描頭部同埋面部，嘗試將呼吸帶入呢啲部位，自然咁樣放鬆。放鬆額頭、太陽穴、嘴巴、下巴。放鬆嘅感覺延伸到我嘅頸部、膊頭。隨住每一次嘅呼吸，容讓呢一啲嘅部位放鬆落嚟。好，注意力不斷向下，嚟到手臂，覺察一下呢啲部位，感覺到乜嘢並唔重要，重要嘅係感受佢嘅變化。跟隨住每一次嘅呼吸，將注意力轉移到手腕嘅位置，跟住到手掌，省察呢啲部位。好，將注意力轉移到胸口，隨住每一次嘅吸氣，心口嘅位置充分擴張，然後慢慢咁樣將氣呼出嚟，放鬆肚腩嘅位置，感受到乜嘢都唔重要，你只需要做嘅就係保持覺察。隨住每一次嘅呼吸，俾呢啲感覺慢慢咁樣消散，然後將注意力轉移到背脊，容讓呼吸慢慢咁樣帶到呢一度，覺察一下背脊嘅所有感受。隨住每一次嘅呼吸，呢啲感覺會慢慢被弱化。好，而家將注意力帶到去屁股嘅位置，覺察一下身體同地面或者喺凳上面接觸嘅區域，將注意力延伸到你嘅大髀、膝頭哥，覺察一下呢啲部位。好，將注意力轉移到我哋嘅雙腳，覺察一下腳面、腳掌、腳跟同埋腳趾，慢慢咁樣覺察一下，覺察到當意識輕輕咁樣掃過每一個部位嘅時候，係點樣嘅一種感受呢？有冇發覺到當意識集中喺呼吸上面嘅時候，好容易會放鬆身心，
而呢種狀態係我哋變得更加有效率、更加專注。好啦，咁就容讓我嚟分享一啲抵禦信息過量嘅方法。首先係可以做啲預防性嘅行動，例如設置一啲提醒，提醒我哋自己要專注於當下嘅任務。可以做嘅係可以斷掉一切嘅網絡，關閉一切嘅電子裝置，唔需要瀏覽嘅網頁，仲有一啲嘅社交軟件，例如 WhatsApp 或者係微信，呢啲都係防止干擾嘅有效方法。萬一你仍然都係被干擾咗，注意力分散咗，最重要嘅一步就係你能夠覺察到注意力已經飄在第二度，咁樣樣你就可以及時咁樣樣將注意力拉返嚟。如果你陷入咗一種信息過量嘅情況，你可以通過呼吸嘅練習，將自己抽離出嚟。喺呼吸嘅過程當中，你可能會覺察到自己嘅焦慮、憤怒或者不安。無論你覺察到乜嘢情緒，都唔係最重要嘅。最重要嘅就係帶住一顆好奇心嚟省察呢一切，慢慢咁樣樣將注意力帶返嚟，大腦逐漸變得平靜，亦都能夠專注於當下嘅任務。而家可以慢慢咁樣樣將注意力帶返嚟現實環境，感受一下此時此刻嘅感受，容讓自己沉入去呢一種狀態入面一段時間。如果準備好啦，可以慢慢咁擘大雙眼。恭喜你完成第4日嘅冥想練習。聽日係第5日嘅專注力冥想嘅最後一日，主題係恢復。期待聽日嘅出席，明天見。